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蕉媽。上星期我去咗深圳國貿站附近一間香港人新開嘅按摩店啊。按摩店開業唔夠半年，不過因為口碑好好，所以已經擴張啦。佢哋開設更多房間，服務更多顧客。今次嚟到呢間香港人新開嘅按摩店探店，當然有為大家爭取獨家優惠啦。大家記住睇到片尾啊！大家好，我係蕉媽。次呢，我同兩個朋友呢嚟咗一間香港人開嘅養生店啊。咁而家嚟到深圳發展中心門口，咁而家我哋一齊上去啊！我哋今日喺國貿站 A 出口出站，即係經金光華廣場呢個出口行上地面，喺呢個位置轉左向前行2分鐘就去到深圳發展中心啦。我經過過深圳發展中心好多次，不過呢，今次係第一次入嚟呢度。睇下呢個大堂都好有氣派喎。我哋搭 lift 上咗9樓，而家行過去902至903室和悅養生 SPA。而家咧嚟到深圳發展中心入邊嘅和悅養生 SPA， 我頭先咧已經行過一轉啦。咁咧入邊嘅環境咧非常之靚啊！舊年10月份開嘅，本身咧就係一間細細嘅店，不過咧因為口碑好好咧，就吸引到好多顧客過嚟啊！咁而家咧佢哋咧就擴展咗啊，就變得更加大啊！大家咧就可以跟我入嚟參觀一下依間新開嘅鋪頭。3個月之前咧先至擴展咗，變得更加大啊！我身後面咧有個好靚嘅花牆啊！一入嚟咧就俾人感覺咧好舒服同好放鬆，咁啊一片花海喺我哋後面，咁啊有張梳化喺度。一踏入呢間店鋪，我哋已經聞到陣陣嘅香味啦。聞到呢啲香味，身心已經放鬆咗一半啦。佈置得好優雅喎！喺呢間養生館入邊擺放咗多項小藝術飾件，佢哋嘅裝修風格好有格調，睇得出老闆放咗好多心思去佈置每一間房間。佢哋喺每一個房間嘅角落都擺設咗消毒噴霧。店鋪嘅老闆非常注重環境衛生，喺客人按摩前都會先將房間消毒。佢哋保證床上用品都係一客一換嘅。浴大廳呢就有8張大凳。咁另外咧都有電視機，大家咧就可以一路睇電視咧，一路做足浴噶啦。咁而家帶大家去左手邊新嘅部分，呢邊咧就係3月先開噶。和悅養生 SPA 入邊嘅新 extension 咧都好大啊！咁而家咧跟我入嚟睇下佢哋嘅房間先。咁呢邊咧就有一個3人房喺度，咁全部床咧都已經消毒噶啦。咁啊，全部用品同埋毛巾咧都係一客一用嘅。咁呢度隔離咧又有另外一間3人房啦，都可以做按摩啦同埋推油嘅。呢邊咧就有一個3人嘅足浴房間，咁啊都係影院式足道嚟嘅喎。呢度咧有個電視機。而家咧就入咗嚟和悅養生 SPA 嘅頭療房間啦。咁呢間頭療房間咧有3張頭療床。咁另外咧呢度有個好靚嘅花牆啊，俾人嘅感覺咧真係好似去咗大自然嘅環境咁樣。咁另外咧仲有一幅好有藝術感嘅油畫喺度咧，咁都係有啲咧鬱金香喺度嘅喎。呢邊呢就係舊翼嘅洗手間，有一個坐廁同埋沖涼浴室。新翼呢邊呢就增設一個化妝間。老闆好用心喎，仲擺咗一啲護膚產品喺度咧，可以俾大家免費享用添啊！有落妝水啦，有啲保濕產品喺度。喺呢邊呢亦都有一啲咧 locker 喺度嘅。喺新翼呢邊嘅休息區都好有格調，好啱大家打下卡嘅。大家睇下走廊呢個位置，左手邊牆上面都放咗好多充滿藝術感嘅裝飾品嘅。我就最中意佢哋用咗好多唔同顏色嘅花朵嚟裝飾呢間店鋪，充滿大自然嘅感覺。我睇過好多客人嘅評語，都話呢間店鋪咧非常之乾淨衛生啊！佢哋除咗有私隱度高嘅單人房，亦都有雙人房同埋3人房，全部房間都執得好乾淨整齊同企理，所以就得到顧客嘅寵愛啦。大家咧睇咗一個洗手間啦，咁佢哋而家咧新嘅 extension 呢邊咧，亦都有另外一個洗手間喎。喺呢邊咧就有2個淋浴間，同埋有一個洗手間喺度嘅。咁就睇一睇啦，佢哋嘅淋浴間係點嘅。咁都有齊咧，洗頭水、護髮素喺度噶啦。哇，仲自動感應添喎，呢盞燈自己開咗。呢個洗手間咧都係坐廁嚟嘅，
咁好乾淨啦。哇，連洗手間旁邊呢都放咗啲假花喺度啊！和悅養生 SPA 嘅老闆呢，喺佈置依間養生店嘅時候呢，都花咗好多心思。見到呢，佢喺店入邊呢，用咗好多花嘅擺設啦、假花嘅佈置啦，咁令到呢成個環境呢都俾人感覺好優雅同埋好放鬆。呢間店呢，真係周圍都有打卡位嘅。喺呢邊呢，仲有個空氣嘅清新機添喎。咁我喺按摩店呢，都係第一次見呢，佢哋會擺空氣清新機嘅。帶大家參觀咗依間養生 SPA 館，又係時候呢試一試佢哋師傅嘅手勢啦。好啦，啱啱呢就攞咗呢套衫嚟換啦，咁啊換翻套按摩衫先啦。我同其中一位朋友而家呢就試下佢哋嘅足療啦。60分鐘嘅影院式足療，原價就138蚊人民幣，會員價呢就係128蚊。嗱，呢個呢就係牛奶浴啊，仲有玫瑰花，哇，玫瑰花瓣。60分鐘嘅肩頸足療，原價呢就108蚊，會員價呢就98蚊啫。大家除咗可以嚟做足療，亦都可以做其他身體按摩同埋精油 SPA。佢哋亦都提供其他小項目，例如專業修腳、彩耳、功效性彩耳、拔罐同埋刮痧等等。而家我哋嘅觀眾就有獨家優惠啦！大家只要消費任何身體項目90分鐘或者以上呢，就可以送刮痧或者拔罐。另外，只要話俾前台聽，大家係睇呢條影片上去呢，亦都可以即時享用會員價㗎。大家即日成為會員，仲可以專送額外嘅優惠啊！我個朋友做完足療之後，仲決定做埋修腳。師傅啱啱呢就開咗一個新刀片套上去工具上面。朋友話呢，以前因為工作需要，成日要着高踭鞋，所以腳底呢起咗厚厚嘅繭。嗰啲厚厚嘅腳皮硬咗之後呢，成日都會揞住隻腳。刮走啲腳皮之後呢，行路都會舒服好多。見到呢位男師傅呢，手法都好純熟噶，話咁快呢，佢就幫朋友清走腳底厚厚嘅繭啦，然之後呢仲幫佢收埋腳架。我另外一個朋友就去咗做治癒單人熱石 SPA。師傅首先幫佢開背按鬆身體，按鬆背部同埋腰部。見到師傅嘅手法都好專業，例如用上推拿嘅推法，即係用手掌或者手指推壓肌肉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放鬆緊張嘅肌肉。而家就用緊油法，將肌肉捏柔，增加肌肉嘅柔軟度，改善血液循環。仲有捏法，即係用手指或者手掌捏住特定嘅部位，刺激穴位，幫助緩解疼痛。亦都有為客人做一啲特別嘅拉伸動作，拉鬆唔同嘅肌肉。師傅話俾我知，身體除咗足三里，原來手亦都有手三里嘅。手三里係人體一個重要嘅魚穴，屬於大腸經。中醫認為手三里具有調理腸胃、反轉身體、戴翻個眼罩，技師再幫佢推埋頸部同肚部。推肚可以幫助刺激腸道蠕動，改善消化功能，減少腹脹同便秘嘅。除咗頭先提到嘅服務，和悅 SPA 而家仲新增咗治癒頭療服務。頭療入邊包括分蒸、水循環、會員充值，當然係多買多送啦。會員可以優先預約技師，亦都有專屬嘅生日福利，可以低至88折享用全線服務嘅。佢哋仲有個雙人精油 SPA， 特別俾2人同行或者以上嘅推油客人享用。聽講係和悅 SPA 最多客人選擇嘅項目嚟嘅。2人同行就係608蚊2個鐘，除翻開即係每人每個鐘152蚊人民幣。聽老闆講，佢哋星期6日都非常爆滿。如果大家想試下佢哋技師嘅手勢呢，就記得早啲預約啦。大家可以留意翻佢哋嘅查詢同預約電話。佢哋嘅營業時間係朝早11點去到晚上嘅11點。呢間港人主理嘅養生店，講明冇小費同冇隱藏費用，而且佢哋99% 嘅客人呢都係香港人嚟嘅。我同朋友都好滿意今次嘅體驗。呢度嘅環境除咗好優雅之外，亦都好乾淨企理。技師嘅手法亦都有水準。大家不妨一試，希望大家鍾意我哋今次嘅分享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讚好呢條短片，留言俾我哋。如果唔想錯過我哋其他嘅資訊，就記得訂閱埋我哋嘅頻道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〜
拜拜。